中国消灭维吾尔人政策的另一个受害者是维吾尔族儿童。中国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儿童关押在所谓寄宿学校，以便骚扰和威胁海外维吾尔人。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母亲发起了一场运动，来营救被关押在儿童营中的孩子。其中一位母亲热伊汗艾赫美提说，很长一段时间来，她都不知道孩子的下落。热伊汗女士说，我们一群母亲向中国领事馆提交申请，要求他们提供孩子的信息，但是他们没有回应我们的要求。她强调说，直到孩子回到我的身边，我不会停止战斗。据国际媒体报道，根据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一份交流材料，截至2017年初，已有近50万名东突厥斯坦儿童与他们的家人分离，被送进寄宿学校。设立寄宿学校的目的包括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融入社会的思想灌输，让他们远离家庭的影响。位于美国的工人权益协会主席斯科特诺瓦和德国维吾尔族专家、共产主义受害者协会研究人员阿德里安·岑茨已向17个国际观察组织致信，要求这些组织调查维吾尔人在中国各地工厂强迫劳动情况。他们在信中强调，这些公司不应掩盖新疆的强迫劳动事实，并不应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境内外公司的共同犯罪伙伴。一份最新智库报告显示，超过8万名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被当局转移到一些全球知名品牌工厂中强制劳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因武汉病毒而向中国发出指责。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反武汉病毒斗争发布会上讲述了美国政府对武汉病毒采取的新防控措施。特朗普表示，武汉病毒已经蔓延至全世界。数月前首次出现在中国时，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特朗普讲到，中国病毒原本可以从源头制止，如果中国最初通告世界，这流行病之前就可以被遏制。特朗普还表示，我在所有人之前就呼吁禁止来自中国人入境，但是媒体立即就把我宣布为种族主义者。然而在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根据最新统计截止国际标准时间19时的统计，目前在全球158国累计确诊232680例。中国宣布首次没有报告武汉病毒本土新增病例，但是观察者批评中国掩盖实际疫情。意大利武汉病毒的死亡人数再创下单日最高，过去24小时有475人死亡，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单日死亡人数。目前该国死亡病例已达3405人，预估很快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疫情伤亡最严重的国家。继意大利、中国之后，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伊朗，死亡1284例，确诊18407例；西班牙死亡767例，确诊17147例。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于19日深夜在推特上发推文提示，过去24小时检测1981名疑似病例后，再添加武汉病毒确诊病例168例，累计359例。他表示，85岁女性病患不幸身亡，加上之前去世的一名病患，不幸死亡的总数到达4例。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附近的里海发现油田。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和挪威公司在巴库以东120公里处发现了被命为卡拉巴赫的油床。上述2家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开始钻探工作，在3400米深处发现了这一油床。据称，油田的石油储存量为6000多万吨，